这个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的溪水溢出来，救援人员进入到灾区斗救人。因为道路积水、淹水的状况真严重，救援人员惊囡仔伫咧撤离的过程中会受伤，所以把囡仔放伫咧这个甘仔式的水桶，运送到安全的所在。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爆炸，我们来。救援人员甲家属真细腻，甲水桶内底2个囡仔摸出来，因为路里严重积水，地势救援真困难。惊囡仔受伤，就先甲因放伫咧水桶，送去安全的所在。家属甲囡仔摸出来，救援人员随摕毯仔，烦恼囡仔压好会赶着感冒。 另外一边，2个救援人员做伙甲阿公为车顶摸落来，带去边仔的溪仔。不过救援人员是袂当停，甲民众救出来了后，搁来抢时间，搁再整队进入灾区继续救援。我刚好要去买中餐，然后就刚好水就跑回来了。一流出来之后，我就赶快回家。强台花家山地处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造成真侪所在拢淹水的灾情，其中江河乡是上界严重，要有民众放掉伫咧厝内。如果你要走，就直接带你走啊。 居民真着急，为二楼的窗仔门看出来，看到下骹的溪水，还阁真错漏，敢若会当伫咧处理，等待救援。阮食到7、8、10岁嘛，头一届拄一届就食，也无水也无储存啊。灶骹规个都弄甲拢无去，连物件食嘛物件嘛无。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造成江河乡严重淹水，嘛互附近的民众是艰苦甲袂晓讲，敢若黄望水会当赶紧退，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